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讲这个题目叫做心存感恩。日本有一位讽刺明星兼导演呢，他的名字叫做北原武。他一直不太喜欢母亲啊，因为母亲总是不断的向他要钱，只要他一个月没有寄钱回去，母亲就打电话来破口大骂，真是所谓的死要钱啊！而且北野武越是出名，母亲索取的钱就越多了。后来母亲去世了，这个导演赶回家奔丧。办完丧事以后，他的大哥把一个小包袱交给他，就说这是妈妈临终前要我一定交给你的。北原武很纳闷了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小包袱，看到了一本存折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，存款的金额高达数千万的日币。另外有一封信，母亲就写到了：孩子啊，在几个儿女当中，我最担忧的就是你呀。从小你就不太喜欢念书，为人海派慷慨，常常乱花钱。当你到东京打拼的时候，我实在很担心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穷光蛋啊。因此我每个月不断的要你寄钱回家，一方面要刺激你赚更多的钱，另一方面为你存钱。你给我的钱我一毛也没有花呀。你大哥把我照顾得很好，你的钱就是你的钱，现在你就拿去好好的应用吧。看完了这个信，北野武哭倒在地，久久都站不起来。再多的悔恨与感伤，也无法来道尽此时此刻北原武的心情。这样的误解让母亲情何以堪？又有多少孩子真正了解父母的用心良苦啊？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很爱计较的小男孩总是不满现状，常常跟父母要东要西的，得不到便乱发脾气，实在很不懂事。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在厨房里面张罗晚餐，小男孩手里拿了一张自己写的清单就递给妈妈。妈妈用围裙擦干手仔细一看，上面就写着：浇花10元，打扫我的房间20元，帮忙去买酱油10元，照顾弟弟20元，倒垃圾20元，得到好孩子的奖章要30元。妈妈，你总共欠我110元。妈妈抬起头来，看到那充满期待的脸庞回想起她小时候那种可爱的模样，往事历历如昨于是她拿着笔，把纸翻到背面，写下：我怀胎10个月，供给你一切营养，带着你到处跑，免费。你呱呱落地，哄你疼你，怀抱着你，为你担忧，为你落泪，免费。生病的漫漫长夜，我陪着你，照顾你，彻夜未眠免费。你所有的玩具、衣服、食物还有鞋会也是免费，为你擦鼻涕、把尿、把屎的一样免费，所有的爱加起来统统免费。小男孩看完妈妈写的清单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大颗的泪水在眼中打转。当他抬起头看着妈妈的时候，对不起妈妈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是多么的爱我。然后他拿起笔大大的一挥，钱付了。小男孩能够及时的醒悟，点亮了未来幸福的烛光。这个妈妈能善用这个时机教育孩子的智慧，值得大家学习。我们奉劝普天下的父母，别只是一味的为孩子付出，而应该要教导孩子心存感恩。
让他知道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，知道失去父母的爱，所有的幸福都将不存在的，知道没有了众生的鼎力协助，我们生活的便利也会化为乌有。要感谢的实在太多了，哪来的糟蹋跟埋怨呢？孩子由于心存感恩，所以他特别懂得珍惜，不是吗？懂得感恩的人便什么都有了，不懂感恩的人就什么都没有。富足的人不再拥有的多少，而是珍惜多少。因此心存感恩是我们攀登幸福的第一步啊！我们修行人要心存感恩，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诸佛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，感恩所有一切众生，感恩国家的恩德。我们要时时刻刻念念不忘，要知恩图报，父母的养育之恩、生育之恩，还有教育的恩德，我们不能忘记，这样你才是一个人。我们今天就用这样一个公案，让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彼此互相来勉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